左手持線，右手握針，將針放喺線嘅後方，將針貼住線往前邊轉一圈，用手指公同埋中指握住交叉點，然後用鈎針嘅針背向後推，轉一圈，線掛咗喺針上邊，然後拉，將線由線圈之中帶出。左手將線頭拉緊，完成做活結嘅動作。呢個活結係唔會計喺針目入邊嘅。繼續用鈎針嘅針背貼住線，往後轉一圈，線掛咗喺針上邊，然後向右邊拉，將線穿過線圈，完成一個鎖針。重複動作，轉、掛、拉、轉、掛、拉、轉、掛、拉、轉、掛、拉，勾織咗5個鎖針。